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行桥，所以这条这个给费用就互到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我交通会当顺利安尼，无早起南区要上班，而且塞车塞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小轨哦，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确实，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我们安定，还有这个安南，还有善化的这一线，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国道8号，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2月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平区太平路边有一处废弃渔门，因为坐档无人管理，常常放乌白蛋粪扫，成为卫生治安的死角。市府甲这划做安平区 D210M 都市计划道路，预计伫咧明年4月份完成用地取得，顺利的话会当伫咧明年10月份开工。后壁马路有迄个鸟屎啦、蛇啦。离他离各的吼个粪扫人乌白蛋啦。为伫咧安平太平路边啊国有地，正被民间承租做渔温，后来拍远多年无人管理，成为压榨太过的所在。议会公务委员会9日展览现场会勘，听取市府公务局目前的规划进度。目前我们的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条路差不多公务局的地里家，这是国有地，因为余温所以这个工期会比较久。目前我们用地的部分是在办用地分割跟土地拨用明年度的4月份就会完成用地的取得这用地的部分工程部已经开始在设计了预计最慢明年8月份，我们希望这个也可以提早8月份会上网招标，明年的10月份就开工安平区 D210M 都市计划道路。总经费5000万，征收费用由国有财产局出1500万，剩的3500万是工程费用。今仔日公务局决定讲要开征收的土地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有1500万，工程的部分是3500万，会当安尼明年会当招标，会当来赶紧互这住户会当互一个环境更较好安尼。这项工程计划
有估伫咧115年4月完成用地取得，115年8月上网招标，10月动工，顺利的话，伫116年年底就会当通车使用。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四星大将士以及由韩尾福德爷庙陪同西龙大将军跟福德老爷前往厦门参加中共盛宴。8号返来台湾，除了高背景新街公园，庙方也佮出动劳斯莱斯欢迎接驾，更有信徒自发性骑重机来开路，场面相当热烈。重型机车一台接一台，后壁更是有法拉利甲劳斯莱斯。一台拢要破千万，特别请来做前导车，大场面就伫咧台南体育场头前。咱立法警以及咱碧龙宫、东亚灯、林空光圣坛以及咱药圣堂，拢来接驾。自发性的要重机车队一起参加这样。我们的重机跟哈雷的不一样，我们的重机是印第安的。那我们队长就是之前新闻上有报出车祸蛮严重那个队长。然后我们这次来也顺便帮我们队长祈福这样。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西龙队第6查来的，当时嘛是全台上早奉财西龙的庙宇。厦门前联市将军署的西龙分灵嘛是来自这，这回因为重新安装，举办庆祝活动，邀请祖庙及西城宗师前往做客，穿着明朝军服的台湾西龙，及穿清朝武装的第6西龙坐做伙，画面相当稀奇。伊伫咧厦门嘛受人相当的肯定，包括阮西市中心会伫阮厦门，还佫包菲律宾、包印尼。各方面，这架队伍当中上特别是地成功迎接西龙的画面。当年地成功抬西龙的家族，这致使西龙向清朝导航，后来带兵攻台，消灭第4王朝。也毋过，这历史恩怨，伫咧342年后的今仔日，已经由现代人大为化解。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日本澎哥堂的社长池田桥俊，前一阵仔因为买20包台湾砂糖转去日本，想袂到海关也准讲是白粉，互伊意外红起来。9号伊受到邀请来到台糖参访，嘛当场制作澎哥糖，互大家品尝。双方除了甜蜜交流，嘛进一步讨论未来合作商机。日本澎哥堂专卖店社长池田桥俊甲台糖董事长吴明昌的第一摆见面会，双方拢切讲前一暗失眠，来凸显双方看重的程度。现场台糖除了定制社长举办的子母店欧米亚给来销送青花精仪，社长嘛回送台糖 No.1 的澎哥糖，期待互更较侪人品尝台湾限定版本的甜蜜团吉。僕にとって台糖の砂糖。我可以从这个砂糖里面感受到这个80年左右的历史，还有感受到大家对砂糖的爱情。我可以跟台糖的砂糖相遇呢，我觉得这是支撑我继续做苹果糖下去的力量。这个要到回日本的时候，带了相当多被误认为是毒品。在台湾也好，在日本也好，但是它打开来是台糖的砂糖，那这样造成就让台湾知道，我们这是个宝，隐形冠军的东西。那个他得到台湾人的肯定，也得到日本人的肯定。那我想，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也是我们台糖的骄傲。在我当来每一天制作澎哥糖的池田桥俊嘛当中，用伊认为上会当凸显澎哥清甜的台糖砂糖来制作喜欢，当然嘛因此爆发日前大量采购被海关认为是白粉的意外插曲。这摆双方会宾嘛意外将切开的砂糖保证包装再次展现，相当趣味。双方见面嘛，希望进一步合作，将台糖100年传承的糖业结合社长的职人创意，共同将台湾特有的甘蔗风味送向国际。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
台南观光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其中位伫咧善化的兰科赞美酒店，嘛正式宣布第3档的跨年高空宴会。随着台南跨年热潮一波一波，其中位伫善华南科赞美酒店嘛宣布第3档的跨年高空宴会再次登场。该活动会烧前2档破万人潮的人气声势。今年除了宴会规模加码到402秒，活动内容结合赛车的主题更丰富多元，嘛互饭店的限定大房3天内都卖甲空。让每个就是来到这边跨年的人都能够更知道善化这个地方，然后带起善化的一个观光经济。那我们这次也特别准备了402秒的就是跨年烟火秀。那现场呢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免费市集的参加活动，然后还有就是高空 DJ 酒吧，以及我们的就是只盼包场的酒吧等等的活动。为了向大家报告这项好消息，会长林志典、善化区长谭乃成等贵宾配合嘛特别出席记者会，为活动赞声，肯定饭店的用心经营。台南的中部地区这个区域里面就是唯一一家有在放这个烟火秀的旅社场地，而且他们每年的设计规划都非常好，这周边的田地的道路都有给他做相当好的规划避免塞车他每年像去年就将近25000人在他这个会场。跨年活动12月31號下晡4點伫豪華園區都免費的市集，一直延續到跨年倒數，邀請曾經唔捌來過民眾一定要來感受南科指標性的觀光景點。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台南拥抱传统，也拥抱新生。当制造现场和学研能量在同一张桌上对话，改变就发生在今天。每家工厂的瓶颈都不同，但解法需要被系统的找到。市府联手大专院校协会与技术中心，成立中小企业服务团，提供即时在地服务，陪企业走完每一步。从第一场共识会到最后的成果交流，每一步都把需求与资源对上。专线接通的是每家企业的下一步。当服务在地，培育人才成为日常，台南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众人的手上长出来。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盐埕是台湾拍盐历史的发源地，盐埕街区欢迎发展协会将以台湾第一盐为主题，14號舉辦2025鹽埕千燈季，邀請市民大眾做伙來點燈。照亮台湾拍盐历史发源地，台湾第一盐盐埕千燈季，14日暗時6點，將佇咧鹽埕出張所溫暖啟動，為吸引更多市民大眾參與。主辦單位9日上午特別舉辦記者會，向外界宣傳。鹽埕千燈季，歡迎大家來漫遊。台灣第一鹽鹽埕千燈季是鹽埕街區歡迎發展協會甲咱區白沙社區合作辦理的活動，現在已經是第3屆舉辦。今年主燈金燈塔以環保德材搭建，並加入在地商家名稱，象徵永續經營，代代相傳遺憾。我们跟白雪社区一起结合，办理这个灯会，我们已经连续第3年了。那今年是由我们商圈来主办。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金灯塔的部分。好，金灯塔的话，我们今年的主轴就是因为我们是盐业早期盐业在这里做贩售，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台湾总督府，好，那个专卖局。那我们以盐山的概念去把这一个去做发想。好，那我们用4鯤鯓的科架。
以环保为主题。它的意涵就是说，像金字塔一样，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店家啊，在地的店家放在金字塔里面，就是意喻着未来的它的权利跟永恒都可以在我们盐埕发光发热。盐埕是一个因盐而生、因文化而生的地方，从宗教，还有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有我们最漂亮的图书馆，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来走走，品尝我们的，不管我们的小吃，到时候我们有30-40摊的小吃，还有美食，希望大家能走走。我们从12月14号为期4个月的我们的签灯季，欢迎大家。除了主场精彩，伫四周围大约1000派花灯，是由立新国小、永华国小、新兴国中这3间学校学生所创作。届时也一并点亮南区暗暝。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做伙来看花灯。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基美病院阳光基金会以及花穗药厂共同主办阳光小画家会展，伫咧基美博物馆开展。东部串联全台11间病院推出线顶数位册展，互面部烧烫伤因仔勇气甲希望传传出去。3、2、1，请将拼图来贴上哦。挥洒希望，迎向阳光。2025阳光画展首次走进奇美博物馆，以跨界合作的方式展出烧伤与盐损孩子的创作。我们今天医疗跟文化的结合，透过了辉瑞公司、阳光基金会给我们的协助，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对于孩子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也许是他这辈子最美丽的回忆。不只是个艺术的展览，更是让很多面临困境、在逆境中的人可以看到希望的阳光。透过一幅幅的画作，带领观众走进烧伤盐损孩子的内心世界，在笔触中看见面对伤痛的勇气与力量。其中小画家婷婷在1岁半时，因为热水意外，左脚严重烧烫伤，历经漫长的复原。以家人露营去这幅作品获得优选。如果这些画可以让所有在医院里的病人看到的话，我会很开心。他没有记忆了，因为1岁半，然后就穿压力袜，大概穿到那个上幼儿园之前，长皮之前是都在那个医院做回诊，换药对他来讲也是折磨。那个纱布每次要换药的时候，纱布又粘到新长的皮肤，然后一扯，如果流血，等又重来。另一位小画家乐乐，则是罹患血管瘤，曾经因为外界异样眼光充满恐惧，透过家人支持找回自信。他也以我最爱的家人表达感谢。全台11家医院更共同响应，推出线上策展，让民众能随时随地欣赏作品，感受艺术疗愈的温度。记者宋海棠的报道。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活动正式展开，由台北市长周万安亲自点亮指定心愿树，希望予当天暗暝公园化身梦幻的耶诞舞台。3、2、1，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正式启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观光传播局局长于翔、立法委员罗志强、台北市议员曾宪言与多位教会代表共同启动下，位于大安森林公园11号出入口的耶诞主灯心愿树瞬间点亮。这是2025台北耶诞爱无限点灯仪式现场。除了大安森林公园圣诞奇景外，今年也延续在有天堂路美名的新生南路，包括卫理堂、基督复临安息会日会台北教会、天主教台北圣家堂、台北和平长老教会与台北真理堂周边布置5大灯区，即日起到明年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0点点亮，欢迎民众前来漫步其间，享受浓厚的耶诞氛围。耶诞爱无限的活动已经迈入了第6年。那每一次我们都借由这个活动，把爱和关怀传递给许多的市民朋友。当然另一方面，今年我们也特别规划了6大展区所以不只是今天我们所在大安森林公园，还有包括从卫理堂到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的台北教会，到圣家堂到真理堂，再到和平基督长老教会，
哇，所以这些在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1号放完年，每天傍晚5点一直到10点都会亮灯，所以市民朋友经过的时候，除了感受到耶诞的氛围，同样也可以享受一点浪漫的气氛。除了浪漫的耶诞灯海，12月1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将再度举办耶诞音乐会。国际耶诞文化嘉年华则从1天扩大到3天，在12月12号到12月14号举行，包含上百摊耶诞市集、彩街报佳音及舞台表演等，适合亲子同乐。每一年大家很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耶诞音乐会。今年我们会再度在大安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举办，在12月13号。另外，我们的耶诞文化嘉年华活动也从去年1天，今年我们特别扩大规模3天，从12号、13号、14号，所以届时都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前来参与。蒋万安也开心的分享，日前带着2宝与3宝经过亮灯的耶诞主灯时，孩子们特别兴奋，已经在期待平安夜的惊喜。他也邀请市民朋友呼朋引伴、携家带眷，一起来感受耶诞节的喜悦与温暖。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车站地下空间陆续开放使用，东西两边的机车停车场总共增加860个车位，解决长期以来的停车压力。不过，因为出入口甲车站主体距离较远，加上逃生通道无开放，致使民众停车了后爱驶路，使用的利便引发讨论。随着高雄车站的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地下空间也逐步解锁当中。近期车站东西两侧的地下机车停车场正式启用，总计860个的车位，大大疏解了车站附近停车困难与乱象的问题。你光昨天的话，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写的179嘛，那可是他在昨天当下我有看过，他最低的车可以到59了。经过这边的，他们也看到有得停当下的话，我有看他们这多多少少都会去停。当然，对于要到车站搭车的人是方便许多，因为周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停车位置。会，因为会大大就是减少说大家在那边找车位。因为之前只有一个停车场啊，所以那个车位很容易被停满。机车停车以计时来收费，目前委外经营的厂商推出了月缴方案，价格看起来颇经济实惠。可是两侧停车场的距离都离车站本体相当远，单趟步行距离就得花上快5分钟，加上出入通道单一，假如是附近居民租用停放，把爱车停好过后，就得先走进车站，再绕上一大圈才可以返家，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我觉得其实现在动线应该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啊。那对于将来可能我们当地居民要进出的话，应该会有更好的设计可以提供这样子。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要进出车站，势必要走到车站的上面，然后再进去。你刚刚这样提的大包小包这样走完，你觉得距离怎么样？很远，会有点喘吗？会，一定会。真的是蛮喘。如果从站东的停车场停完机车，然后要这样一路在一个没有冷气又蛮闷热的通道走到车站大厅的话，确实会让很多的旅客对于我们整个停车场的一个机能感到却步。民众如果他今天是要临时要取车，尤其现在停车场又鼓励大家用月租方案嘛，那谁会来月租呢？当然就是有这些使用需求的人哦。那他们变成说，如果临时要取车的话，他必须要用走路的方式，先从车站下到车站的地下室之后，再一路走到机车的停车场，那出站也是用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不便民。车站两侧的绿园道可以看到许多的地下通道，但因为台铁设定为逃生专用，所以平常是无法正常通行的。不过市议员张博洋就指出，这些逃生口就是解方之一，假如能够做好配套，让通道保持畅通，就能大幅解决车站地下动线不便的问题。那如果说台铁认为说这个逃生口它用只出不进的方式，它是基于安全的考量，那很简单嘛，你就让这个门是常开式，民众可以自由开关，然后你上面装一个这个摄影机，那晚上我们本来就有夜间保全啊，那停车场业者本来也有负担管理的这个责任，那其实这样就一来一往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装摄影机，然后让民众可以从这边常态性的进出呢？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开放更多车站周围的出入口的话，可以改善
进入车站主体的这个交通状况。机车骑士目前只要从大连街和天津街就能分别进入东西两侧的地下停车场。新增车位虽然有效疏解周边的停车压力，不过高雄车站作为重要的交通核心枢纽，如何让整体动线设计更加完善便民，将会是台铁与市府后续必须解决的课题。记者团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资源，让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保庇哦。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
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